經常有長者中招嘅老人詐騙，扮親友急用錢。雖然呢招已經傳咗好多年，但依然有長者中招。最近呢班騙子呢，將手法升級，由而家嘅打電話變成直接上門做大戲。好多住公屋嘅公公婆婆依然連環中招。騙子會直接去到長者屋企門口用力拍門，阿婆大鑊啦，你個仔出咗事啊！然後好緊張咁同老人家講，直接叫出佢個仔個名，自稱係佢個仔嘅好朋友。你個仔發生咗嚴重車禍啊，傷得好重啊，需要即刻做緊急手術，但醫院要必須先交5萬蚊手術按金先肯開刀。你個仔手機撞爛咗啊，佢叫我直接嚟揾你啊，叫我一定要籌夠呢筆錢救命。阿婆聽到騙子話到自己個親生仔車禍咁嚴重，已經嚇到心都跳埋啦。騙子越講越逼真，甚至從袋入邊拎出一張印有不知名嘅醫院通知書或者收據，等老人家深信不疑。呢個時候，騙子就會話：阿婆你放心啦，我同阿強係好兄弟，我頭先幫佢墊資咗1萬蚊，但而家仲差4萬蚊先湊夠數。你屋企有冇現金啊？拎俾我應住急先啦，幫你個仔。老人家喺極度驚慌之下，只係希望想救返個自己個仔，完全喪失警惕。有啲老人家冇咁多現金，就會要求跟住老人家去屋邨商場嘅銀行自動櫃員機提款。等騙子攞咗現金之後呢，就梗係逃之夭夭啦。老人家返到屋企，過咗幾個鐘頭之後，心定下來，嘗試去打電話俾個仔，一問之下，先知個仔根本就冇發生過事。老人家如夢初醒，知自己已經俾騙子呃咗啦。我之前都見過一位住喺觀塘藍田村嘅80歲阿伯，俾呢招呃走咗整整10萬蚊。呢筆錢啊，係佢平時做康間死慳死抵咁1分1毫咁慳返嚟嘅，原本留俾個孫娶老婆用嘅，結果一朝清光。阿伯得知被騙之後，急到當場血壓飆升，送入醫院。阿伯一直喺病床上流淚，猛話自己對唔住祖先，對唔住孫仔。呢種無助、絕望同自責嘅眼神，真係睇到人都心酸。所以今日我喺度同大家講清楚，所有長者啊，無論你將來邊個上門，無論佢話你屋企人出咗咩大事要急用錢，你嘅第一反應絕對唔係去攞錢，而係即刻親手打電話俾嗰位當事人。只要你一打一通電話，騙局就會不攻自破。千祈唔好驚慌啊！一驚慌就注定成為騙子嘅獵物。另一種騙術更加可惡啊！佢唔單止呃老人家錢，仲會分分鐘危害老人家嘅生命安全。呢種就係推銷3無特效神藥。人到咗咁上下年紀，身體難免會出現一啲問題啦，血壓高、糖尿病、退化性關節炎或者嚴重嘅風濕痛，呢啲都係普通長者嘅毛病。老人家最怕就係自己百病纏身，要睇醫生食藥，又怕俾仔負擔，唔想成為下一代嘅包袱。呢班無良嘅騙子就係睇準長者想身體健康，不想連累仔女嘅心理。騙子集團首先會扮好心，送米啊，或者送毛巾啊，送廁紙之類嘅免費物品，去吸引一啲老人家。有時候仲會搞一啲講座，仲會送啲食油添，目的就係想同老人家洗腦。騙子就會推銷一啲所謂嘅神藥，國家最新嘅科研成果。呢班騙子把口好犀利㗎，可以將死講到翻生嘅，將一堆完全冇牌照、成分標籤嘅3無產品吹到天上有地下無。佢哋會話呢隻藥係內地最高嘅科技研製嘅，專門根治高血壓同糖尿病。只要你食完一個療程，保證你以後唔使再返去睇西醫，亦都唔使日日打胰島素，唔需要食西藥。西藥有好多副作用嘅，我哋呢隻純天然中藥食完包你健步如飛。又會推銷另一隻藥，專醫所有痛症，又能提高免疫力嘅，預防炎症添。仲會吹到好多老人家食完之後好返晒，仲話精神會好好，行路都行得好似後生仔咁。
然後就會同啲長者講，今日嚟聽講座嘅長者都有一個優惠價。騙子為咗增加可信度，就會攞一大堆所謂嘅康復案例、假嘅專家推薦信，仲會或者有時咧，仲會攞一粒藥俾其中一位老人家食，話呢隻藥係好有奇效，食完5分鐘之後條腰就即刻唔痛。當然啦，呢位老人呢亦都係嗰啲騙子安排入去嘅啦。當老人正在被洗腦嘅時候，騙子就會使出一招限時限量嘅心理術。佢哋會話，因為呢批藥係特別提供中港兩地嘅，配額有限，而家存貨唔多，今日就做一個優惠，買2送1，神藥可遇不可求。你哋今日唔買，可能要等到幾個月先至有貨返。老人家被瘋狂洗腦，個心開始動搖，心想如果係可以斷尾嘅，醫好自己嘅病同痛症，以後唔使仔女推輪椅啦，花少少錢都值得㗎。於是乎毫不猶豫，幾千蚊甚至上萬蚊嘅去買咗幾盒來歷不明嘅三無藥品。但係你哋知唔知呢啲所謂嘅特效神藥冇成分標籤，冇生產日期，冇公司註冊，冇香港衛生署註冊編號，全部都係內地不知名嘅地下黑工作坊，用麵粉、糖精，再隨便加入大量嘅成分不明嘅粉末，成本可能幾蚊人民幣都唔使，就用幾千蚊甚至過萬蚊賣俾老人家。更恐怖嘅係，老人家本來就有慢性病，如果聽咗啲騙子所言，貿然停咗醫院開嘅正牌藥物，改為食咗呢啲嘅成分不明嘅神藥，不僅完全治唔好病，反而會導致血糖、血壓瞬間失控。